长篇评弹《玉蜻蜓》第19回恩杰父子之一，由蒋月泉、姜文兰演唱。娘娘3岁欧堂，方来我金龟生的香香水出来，取得老婆伶牙俐齿，是个木头人家药物。实干以来一天乌云行山，没一点点不事体。非但为水欧堂分水上名堂的，反而搭3次他的还叫把子姊妹。娘娘临时动身关照3次他自家人才，我来帮忙呢，上来上往也来个惊动娘娘走起。三娘娘今朝来。做的让不拉水边境壳子一空嘛，再过个里向松一松，那么你压力个欧眼里嘛还不出，分家的南门欧眼里不出，有一个人的壳的作用，啥你们顺房东儿，你娘娘各自日是三娘娘替顺房治不通改。17岁的老子的小伙子的通啥个流民间，5都把5大的不对嘛，就相当难为伤病人，要靠啥的没里打出去。巧马上皮巧鱼早就在上水去的班头刚刚开，口气里当当当当奔过来嘛，当时够手里，海里快递嘛里让的性命的人光结婚不是。来着，大只手拉到海里分家这个他的手，一年哭得一样，哭得一揉个乘客总会有名的，而且没啥的去，都比不为我个谁呀？一年年下来，今朝个他手的还搭上去，这个手拉人家的我块洗白，平息白上一把，扶手的。饭的、醉的，他还出门人在这个，比路浪向几日天不一起，大大在马头牙口检测，看个心就是急的，戒指、箱子、领子铺盖，你那个手臂上对那屋里的不有盖，等到你大河来、抽河、跳板那种乘客统统在上头的。手拉人一口么外听一个乘客，等到南一专门的小平基板下头要发呼声，南呼了让你这个呼声不能发，一口个乘客不是本人，就是活子手已经哭个吧，两东西为了让哭，手嘴哭到上嘴为了让哭。喂，大姐。顺房你没那手浪，你一分现在该到手，人家哭得要么哭得了结婚不是？现在他上头里听就是的，怎么你不弄动的？上上我带着，你也得上上火了，上句大在为了让哭了都没。上句啊，我也别带上上句嘞。啥个？那边带上去啊？哎，我那边带上去，那我你到手上的？你也不难管啊？哎，我没喊了送去。哎，来害我不个呀？来叫我快点2声。跟我说过。哎，来叫我快点，我就快点；来叫我活他动，我就有活他动；来叫我搭一把，我就搭一把；来叫我贴一贴，我就贴一贴；来叫我做了开灯，我就做了开灯。我总到那有啥事体呢？我讲，真是那上有的，二啥闲话了？呀，第个呢，有个从那个头名字起的。哎，我人家不认得呢，我当然有啥个事体？不能我个呀！我也开手在口内当奔过来，我想哪个种出门人啊，说人出进来，早点来也是要紧。倘若我一个字下去，手头一滑，那就不能够出门，我喊你快点。跟那边春秋呢能够听完，反正我喊你，我喊你，那我喊你贴了我的心娘子。没啥人来我。那来这个哪个你？不哪里？我俩往说是上最俩难得来个，
啊对了，我们来上去看看听走走。走路听。去忙忙拌鱼。人生再不欢喜个拌鱼。来做人家不会得鱼拌鱼的菜，一今天俺可不能昂得了个。我们去买点土菜。不懂的。那么说公子的吃腿开说。吃不落。我们去啥腿上是？啥不吃呀？那这个玩意儿不许多人咋不懂？老板啊，龙江上。收了白要进最多了。守得规则呢，做生意么大方的，重心节恶。哦哟，一样的起的呀，都一个村他们都嘴里，那么来去拿嘴里。手的也不咋讲，罗本到龙德上去，那个后啥不能给发动？我来，看娘。啊。我来背。你来背不难你。那汉子那还有啥个那汉？待会是你这个后期来生意来出去，那么你来来，但是事体已经是干这个难的。现在上午在说棚子里吃腿开说，让你下并几百发后是张上后是铺下并几百来再活用，也当然收据了，然后一个东西也别啊哈。我们讲我，都好十八他们我在我肉也带收据来，然后一个东西也别。一过来也别呢啊哈。我们说的七八只是高位本都眼来也去也不下去。好家伙，我你来吧，今天东西我弄的不够。老板呢最开，也就发出来这比那位拉手的，靠住讲我要想来顿黄外东的来最开。大娘，啊，我去年13点上午，吃手浪外的手浪人，红米嘛弄一点口感。来边弄得5天子牛儿上去，上去。我是不发他妈们，大手让人中去不是妈们，你可混出来。现在把那个手让人喉咙响一响嘛，想到听上一天。而且我拿这个手让人中去，我哪会弄得上去嘞？口上去一个人治啥了还？叫生于地，死于法。为什么哪会弄得上去嘞？口上去治得我身房也死了下去，那么大手上人长对啥？让我上我，这个都我上去死不了我身房，比那手老龙江里都不得，你都要做啥？手老人在动力不容易，一路不严，一路不得，吃力都没有。让我上我，手老人，你还是让我上我，上去，你让我上我。你要以我一句我给，晓得看不懂，晓得看不懂。高的别人的么带带口。你要我上我要分到手的给。啊？你不手的啊？哎。顶下呢不手的呢拿不出来还哇？少手。身边挖发一人把拿出来，谁懂娘娘不离10几两银子，忙正并几百了，得。走的啊！银子打开来，拿块03银子1两多的，那手的第8个是银子。干娘，我是真难为的这个，那弄错子那为弄的手的轻难为的。不乖也错，老送更多也错，你弄给。咱们就是弄那手的，还都拉黑了吗？都我那么饭店哇。说得吃个来南华之后，1粒米2分钱还弄来饭店噶？不管个呀，我吃么不吃，你到手上多人，总归东要把米，你弄给，一个人都是小个路在钢筋的，离来得了的。那么为多了嘛？最低哇，很多最低哇。阿是我来生意来，错他只为还弄来最近你光来吃得着过。不是俺讲，这3周来错，我在这手上下，一到要考，经常是做。这个的要多。老板，这个咱公我弄方面嘛，到底啥个路来了？刚才那么真对那不是在。不管。这个，来做公司的吃腿开做啊！等待你张好后事，那真的要得来做的，真的没来弄的。是吧？好，真的没来弄的，真的没来弄的。但是吧，这个呢，还是不完。不。当心啊！啊。今日天分吃么子胖里面饿了还是？为什么？那么当心。那个天边上当心别跌了，屋里当心啊！为什么？当心啊！身法中的，不吃么子，家里不里忘了忘，
追在天边当中啊，叮叮舞动然后哩哩哩，在红里茫茫，世上天飞落。嘿，想不到我们西得给得上去来个。好呀，银子为了啊，这块银子毛不来了不给给。哦，那不归你上，你用不到400个。不归你上，你不晓得给。啊，不归你上。你用不到400。不费钱的给你。不，你当心啊，当心啊。嘿，让顺房们上楼去。下兵几百发虎石当虎石，土兵几百撑靠下来，嘎来秋天被一帮路生开酒去，让你来去做啥？再关家顺房。上次我真是为眼口伤人，叫他上分出些门里，上最分得个，你拿去到山上好去，路是不是？路通来再下去，去落地点。顺房一口地地叫他有个人，岂知相龙不急，别起步，跟你做谁？跟那边一大龙追，一大龙哭，嘿谁呀？追了追，可见个花球门，顺房哭定个花球门，记得在这头高浪，你为哪哭的？嘿谁呀？一口门就是个花球门，你再哭出个花球门，实在2个花球门，什门？顺房哭进东门，哭出西门。如果上水人哭得单出3个，总哭的有什么动手扎工？正在一出西门，一出四杀了，人高兴，狼落子，一面在是地位，一面一条波荡。顺房一直波荡，流浪到追过来。人在不被茫茫无理想变是手，背人不被快嘛疲惫的，天老想别人不咋不个，哪得路得去？天没也要我来发。顺房想想我个名字说得口，从小西叫娘，就说这个饥饿人为做不力气，为不无用。哎，顺房。那个命出口水。
该说我三娘娘心不放心，放心的。那这个今天听我来总来这些，哎，那么来去生我身方，三日打起来，我知道我不容易。我非梦大娘手上，是来大罪不能。东娘娘是非分我17两银子，那么你想17两银子可以上得到？像别人啊一哄就要我是哪？我也不会做啥。我用我人两身处，后来我莫杀死神。记了老六呢，本人家又问我顺便动的样子，那么京东地方上等我谈师傅的，我哪有这个？但是我当时上去3分上，地铺面地方上一块锅子呀，随便哪一不够，也是现在是我来顺便为有人土，本人家许诺我人子骂我自家锅子，上的铺面给他地方了，对，10箱的人了，你10呀10箱，不跟他一个人讲。身方注定你的娘子，我们俩是一口不比当我没困是火，来这个劲，上去的贴了5里，本过来的红不比也想贴，哎呦，不能信，我什么不当，红里贴。7八只屎，个屎血腾起来的。我西忙东雷，上水过去扶水过去，身躯也腾到手去。不应该看这个腾到，为什么别连起来个？把香当上你，我身方的人都就说的，不应该有看我身方啊，至少得提楼讲。一打听嘛，哦，替三娘娘是不通的，身躯高得了人体比，深入本地为人本应该是我们为内，想不到几大不容易，接起来，嘿。身方的地头一往看见个顶子，吃人听人这家一家是2里面一家3里，看见顶子么里讲说，这地狱是亮，顶子在，倒不如嘛有亮。注定女的嘛，奔过来到亭子不必在2旁边一口500人身方缩落到亭子里，那么上天500人，真精致。那个叫是2边有一人死不认可，他比如一个人死了，你500人不死，你有人们也死，人越多也死，说那有人一求是的背也死，也死不可。身方真的，大亭子里一口，上头一点撒2枚根，把出也搞下来，人力到啥灯上，啪，把出也会够撒2，老人打开一个去，众人求他，少了个把出也求求眼里看看，年纪轻轻是一个种有望，嘿，三呀。
你啥会等你在人都身方，来不来在呀在？叫啥会低起的？嘿，那我把球球忙针对给你一探，两个叫烫进来，跟人两头到上说出去。那么呢，说出去辰光叫低一点，等到回转来嘛，不会带来上。哪这个人在姑娘市民中的一个包子，真让那个亭子里当。你得想哪个问？我想中在水中不记得，那边刚不一样。只要是一个人是按送的人气过了浪，就会难过。男女就是这个上山，如今你看这里女的顶得上为金子比那行口，等那台浪是水上也抢出来，无法一个人的分量几乎都才吃那个大，哪吃得掉？哪个？那么有两个说起来，哪个么不要紧，那么哪个么那还偷下来的了？谁是讲上边哪个是还偷了，不上边是一个人？哪个么来偷的？叫说你也偷不来的，这个短节洛阳快水，这里想吃上分量那个水，这不东西记不起，也想偷不来的，记不起。哪个么哪个都让碰碰。说了上边4个人聚下来，那口里大胖浪的两台总归上上去，离哪个里拍？到个情况的二了东西，二了东西。那么你哪些的看上去你上些的，我分上些。那么你哪这些等我有个朋友上边城西路分析聚下来，你讲东西，心里说的还天真难求。沈芳兄弟，这让亭子里向长么个来听靠台下这个沈芳分析，沈芳哪还是你下来为了沈芳扩干，还是一个鬼子。那么公话过上去这分析嘛，外边是百余人来聚着了，有人来聚。总导演也是一个新人，也是33天体外体的不运动中愚人死。之外那几下实力下弄新人出来，总归顶顶20天。你龙将军总归新人出来哈，新人那是他这里还就问呢，叫啥不是新人？老大还是一个老的。让亭子背有个地我一直听起有个车帮嘛门干，一开门出来一个老的，总60几岁，水没水未必的，经过美好。哎，早点时刻，你出来讲水，荒野然后讲水嘛，随便啥然后可以啥，一大浪啥个辰光嘛，在4米的浪口，无意当中口到亭子一个人，那浪当们来讲，里外啥子出来，来一好，亭子里一打点啊！这个老的不还过个人的，老讲，你还过个人也好，自家也好，还过这点啊，他涨对，结果搿只点啊么腰弯不进去。老的这你对哪个朋友死的真不是想，你随便上火喝死，你哪死了个啥亭子？你要是等我压等那个啥亭子里向也当等一，不然死了还等我就好。而且靠这个身体的让当门外白手刚刚过上去，见死不救，该当何人？口子一上，登个，不拉拉就好。他到林子里台戏里来，弄上天帮有面孔一看年纪轻，而且面色分就多了。起2岁弄上天帮胖歪歪的喷，可了么马上的，一台么给你送，一台高。这有两个黑混子，个老子忙下头，哪是我讲？可是个那个，小伙子身体上摇出来么，老的到底保护东西。哎呦，你自家身体上啥的浪向15的么弄上点个玩意扒拉丢皮。老的到底60几岁，
想来上到第二种办法下了，我来拍拍点来下不进，光不离去去。哎，心想，顺方分批，这个痛到无头。现在哪个去逆光？行了，现在去逆光噶？哦，也应该规矩。刚进再去逆光，再看个美通，眼睛张开了一口嘛，一个把叔叔来了，土地公公，反正领我去见女王官。公公，你还是领我去见王爷噶？就说开心过去逆光的哪为了公公的婆婆了？喂，不要瞎说的着。啊，啥个公公的来分析我举那个？我分析啊。那口娘那女郎来让户啊！身方抬头一口就是上跌到顶子，把出也回上海了啦。哦，爸爸，我分析个。你要都不晓得个男戏子会得当当庄个。我难救我性命个。来，首先，我让书呆要掏出来夸。哪么来去告诉？哎，身方该辰光年头得做来，就是一个人死上么一点了，哈死这叫恶意，就没办法。现在身方讲是来的毛毛沙沙救我性命，害人。可是我不死噻，我等下恳求的，老爸帮你做主，我跟你说起家里收留我。所以身方该个辰光了，年头得自出来不死。老的围在里向一道杀口，还是讲年纪轻轻已经要死。这个男人的年纪要死是像我这种苦劳的子不知死至少让我去。爸爸。今天看人是不这样给他让去吧？收据。啥个？收据。放屁！好。啥今天收据人收据不是现在让去？自己办的这个。哦，我要带个自己办的。姓啥？方。名字呢？名字嘛，顺发现个方是我个名字呀。现在做这个新闻名字要想起来。像个老爸爸妈妈上救我这里没有缘分了，那么谁名字鸟蛋子？爸爸，我个名字嘛叫于柔，姓么姓方，哎，叫么叫于柔，哎，那个人疙瘩是疙瘩，啊，也要方了也要柔嘛，那到底那喊，哎，姓么姓方，叫么叫于柔，到这个同理哇。看上去来改良的哇。是的，去跟我名字同意到变细的哇。现在预告同意是同意也不细。那么啥个不路个事体也是你。哥哥，家能打理来就讲，讲龙江的，非这么美狠。我刚子说起来是有望，你在别人面前，你是那不有望不你的有望，那个里向那种有一点的，那么别人讲不清楚。刚正办的，是这两三句我配的。刚子那老师同理了不同理了，谁把你同理上手上去？爸爸，这么那生活不还是很实诚的。我里讲3分钟称大夫嘛，说健康指标。还够。哎，同样你这么样娘欢喜，那么从这么10不多了3年包。啥的？你娘对我说的，说侬啊，你最高档嘛，你吃在4吃不完。你多娘个目光带有改。哎，那不晓得养娘一死，我看上来我王八鱼，不然有侬最高档才用我呀。这不容易我才用我的了。哎，我王八鱼。不难上去，自家长去。那个和尚是我的了呀，那么是农家子了，我们说法们子还去帮人家。那爸你看我当兵，吃人家呗。我把用光子，他们来去帮人家。是吧呀？那么是开心的吧？那么呢？我不是人家不到位，因为我做事要做对的了。那么不是个家人家事要么，这事要吃饭嘛，叫我替饭，那么我就替一碗饭。那么有些人我吃孩子回家零食，但我该补水准嘞。男孩多少要该补水准。哎。那么你哪里？那么你现在就自给的起吧。吃生意的。哎，是呀。你不是用医药弄个卖药做来？那么我讲是外国都哭得着了，那么在那做饭我说，想来想今天是给他上去，娘面上有点听句，那么我来头听。非那个家人家不这个才不知去，想么头听不呢？要讲医药企业叫东莞内股，这个了上天人气了。那么爸爸才救我性命。这个爸爸，你救一直还救我一日，你再救我一世。对开。爸爸你最开。啊？你最开。说的。我为要上天嘞。说你为要上天？哦，你上天得上出的子女来吃。农家菜呀。爸爸呢买吃的给。啊。大嫂子我阿外再不难洗。哦。不会不难洗的呀。哎，我讲，爸爸
你去怎么心里话说门呢？你真心啊，爸爸？耍个真心。咦，你心耍？心耍嘛心耍，单耍个头面去看。客气呀，客气。啊，上街玩头面客气的玩。你看，那你心耍了？我姓比利多。啊？也姓比利多。咦？我姓吉利多。你爸爸，你在你心耍啊？你拿网控苏州人苏家运啊，他讲。苏家运，哎。比利多么老，比利多么老，吉利多么牛是老，姓老。哦，爸爸姓老，那么听见到啊？不开耍地吧？你那个名字？名字嘛，名字用不到大二个。客气呀，客气。啊，你说为了客气的，你那顶那是客气的啥？你叫啥名字，爸爸？叫红旗。哦，你来龙旗了，爸爸。是呀，我的第一趟买的牛来是啊，这个一斤口气。爸爸，你叫多少了？年纪。哎，对个，年纪哎，30。今年我叫小虎发发了。几岁啊？那你才不懂啊。好。60了嘛，小虎发发喽。来了，虎头蛇头都大个的年纪嘛，非要说不一样事体，连这小虎嘛，虎头不养不为把落塞。哦，这样的，那么爸爸你做乌龟？哦不，你做啥生意？行业。哎。我讲你有啥妹妹子不来猜猜？哦，妹。那个嘛有张面孔口口想法为数聪明，那个图上不进行的，一看看来了。试口呢？我讲你啊。哎。家乡与官府听见，不是叫骂人们，再破上路之祸，跟随欧亚民间行业。哦，手法就聪明，眼睛多了一手没你猜出来。爸爸，我还猜啊。那咋的？不会台湾计划。你从我现在里想当夫子的人。阿伯。啥人告诉你？猜出来。哦。哎。在哪里去猜出来？爸爸，你刚才啷说呀？哎。上与官府听见。那么我想，官府是不会来到你听见的了，这个是你去听见官府。阿对。那么另外来听一句，不是节目人们。我现在我们那现在了，现在让官上给我们解释了么？6月8日，不是节目人们。再不上路之后，不个混，就是上在天脚从湖水里拿个而已，就是上天这样上到变成个灰绿绿，这个叫混了。那么这还有什么这个我们最上路了？那个北气的气板是灰绿绿，个北气中国本个破，不是？根据欧亚民间，个亚里民间就是开钢。那么呢？现在那个夫子嘛破北气破开干，那么这个我猜那是不咋对啊，不咋对的。哎呦！啊！哎呦，方宇啊！我哪个人不得了聪明的？哪来？我有点道理。这张妹妹是我自家的行业，别人不我猜是3个月份猜出来。上南京这一菜队上，知道吧？我有哪个人得聪明的？我是这个。我有哪个人是一出可惜吧？他是南是你中国绅士。我有哪单是神在吧？你咋不记得不说得很？表弟啊！跟我走起。跟你走起啊？我养呢，表弟。那种人是特可惜的。不，跟你走起不来的。哪了？那因为你屋里向总归有儿子弄的呀，那么我跟着你走进门做儿子弄了把闲话，是先拿来娘搞林子妈妈张张最后子来吃饭饭，那么一顿都交付屋里。你多定，我儿子500个。不能呢？不有的。哦，300个。哎。我不你一股子啊。一股子吧。这么我也是一股子。这个那2股子么那蛮对我。那这个爸爸。你呀，我跟你走起了。你呀，以我一张自己的。你按弄错。弄错啊。你跟我走起，不是我跟你走起，我跟你走起，你跟我走起，我养你呀，我以你桩事体，不依你，不喜欢，不依你要3个我不起，不起，你不起再讲，我屋里向个点饭要收头，带看，带看，那不是不一样了，我把你养，我跟你走起了，你在那个他2定要恩这个父子。要2定恩吉父子，
少家人就。咦，您的养儿子。我们双人做养呢？是嘞，做养不记得我做嘞，我都不晓得给爸爸。我做养。哎。你做儿子。哎。在2零195。哎，您的养儿。不答应来不起。哎，不起的。好，随2零195。那么，也就是讲，我这个人啊，欢喜非一种语君子，语我在理，欢喜讲那地段个。那。神梦来看得起喊我做养。哎。这下我做子养，我也养得低个。我是不。别些2年了，难得做的还要做2年，要是我落不落的。是不，他就我们不种事体的呀。我来打印的，那么这个，你在那给他停止的几个理解？还在。不讲规矩，不成方语。心里想。爸爸那时候还我几个理解。不要。那时候啊。那外头我不要个要。不也管，不也管。啊，阿爸老上的。哎呦。中间之姓姓方，方与柔，告诉你阿爸的姓是姓陆，陆方与柔，记住阿爸那里口头子。哦，记得明明是像外国人来，天条不得还陆方语。哎呀，再进来。阿爸你这个讲个屁嘞？哪里？嘿，阿爸我在那口头个呀。我们话在那口头呀？不是，我叫你阿爸个呀。你叫，我们话叫你阿爸。你还要回家上我管？我要回家呢。哦。这个是关于管。哦。我叫你算你。给上我吧，阿母喂。哦，我个鹅嘛。你拿弄个中国出来个？我的爸爸。你还台湾的？你也讲的。小弄错。啊。我不答应你恩杰父子，你不肯跟我走起的，这个来答应你。哦，你到底不是我养出来的，哦，我来教你。这哪教的是到底你不是我养的？啊，不，你这个我用不着，我说我真是你养。来这讲，但是我不是你养的了，他养个不少两养。到底不是。你这样呢？反正我电视里上给来这西的，不能我拿谁为还？本人还不行。重生父母，再让几娘们3口在听里是一样。哎呀，这报了心。哦，不，你要接啥？接不出个你。你不接，我不起来过。我也不起来了。我不起来过，我不起来。你随着我毛病再讲出来就。还别接的。你接一张。不要接的。哎。那么我得在这。用不着过。来原谅。啊，不用不着过，那个用得不着。我们讲白起走。这有的，你接呢？那么阿母听气。当不要，阿爸。我是哪位？用不着。我们第一趟听见哪位？你还记得我人搬我出来，该不要。哦哟。阿爸。给他一点银子了，你当我抱孩子吧。那么来不多。等上基本2枚重。中当来不懂的也生气了，10个银子啥意思？安德。银子不需要了。哎。还够一天了。哥哥。你上第一上点去。阿爸，这点银子用得我个呀？那叫是我用我银子塞在路里弄的。本应该有帮我身边一个东西也不得。那么京东地方了嘛，他要施工噻，这有破费地方了。我银子在那身边，本应该没让我银子，但我问我银子去买锅噻嘛，我看自家锅噻，添破费地方了。哎呀。陆方宇啊，那个人将来不会台湾计划，哪了？经济好，应该。你哪思想都这样追着？应该过一个人。那个人将来不会台湾计划。都是阿爸是的。一个人心知定定的。这样你放心啊。要穷没穷，那个人只会用的。你用还是我？我也用过。你这种的没有。哎呀，我不拘你性命，不是为那个人子。不要紧，你用啊，不要紧。我带你估一估。那么留下来我要留心看了。什么子？还有个现在里像夫子的男黄毛下头，这个种面孔标志的，我要带你拍清。拍子听多忙多好日以后，还有啥新娘娘的图片马上吐出来，样子个小拿来是重要和把身子。来新子结个，儿子刚刚说刚留来马上想身子的。哎呀，跟我走起。把头要搞过来。阿爸，我是上过第2个从来的眼里噻。那一份细说啥个买对讲，妈妈买猪给阿下，年轻的第2例子，我是不管事的。跟我出去。阿爸听了。来谁的谁去？阿爸来谁去？把来谁的谁去？阿爸来谁去？俺是刚
人要你记得要个闲话已经不听了。阿爸，反正我不听那个闲话。嗯。阿爸，来我离了少大，我终于是一不认得的。怀疑。来了打内外人的儿子不觉得要手上少让我。这点地我一直听起俺哥讲。哎。这个菜帮忙就是重要的问题。哦，就是那个菜帮忙的呀。哎。哦，请给。阿爸对个。跟我走起。可仔细啊。姥姥随便哪想不到，得知得这个，今年66岁得知的，开心的。顺风接得叫啥人？阿伯上阿伯多，农里向哪有个儿子好婆婆呢？忙着。阿嬷啊。阿爸。肯过来啊。口。哎呦，阿爸，这条题目呢，而且人家追个。一日天起码挑不到。妈不能个题目那像个波比个么子挪特呢？那死卡了死吧了，谁要去啥子问？谁都是个人呀。啊，这个什么子啊？哎。假死卡死吧不语。来得我个人隆隆个人。哎呀，我说说。重要的高档。来得真正放假的高档，挑光子来挑陆家的子。这个，我一年四季7个月，才是不出动的马开。好，乡下人来舞的，接乡下人上来舞口游。来舞之前，穷家一口子吃不脱。省哪有处理马桶里？我有马桶里。当起的。好好叫。等到我妻子2把4扛肉不来。都掉阿爸，顺方向不落，手2把4扛下来，阿爸对个。到门口嘛，要去弄过收起他，气他子，有空服务啊，还叫双手，叫啥个鼓手只有课里向不忘的，爸爸跑妈妈养个一头孩子，干。到他们开进去嘛，门堂子低不住。来今天都要低的，来不能不低要上通，叫在他们一个真干不低，对。三姑到自己房里，见那理想把师夫人去。上火么些，马枪3些，乌羊俱才有。见一番福是居中天，代理分开在你俩对。上里是这天时已3月，下里是呀呀可干头春吹，一扎台子3扎脚，哪包得了？一根木塞穿了浪，灯子500里，旁边几个木灯对，加上相对浪。新伢子学都是，鼻子分弯，下子弯下去，他得了手嘛的，重要的问题得出。哦，就是给，说他有个相对浪个四龙不动，和长高3担水沟，离高不带鼻水。阿爸，
搿老小个上母家。重要个铁师长。我铁师长。年纪大，记性太坏，按水过分水过记不了，好记性不及来不的。哦，那掉到墙里了，干嘛不掉母子呢？为关闭了。搿么闺女掉母子呢？房间里。搿么房间里掉母子呢？你挪步烧灰弄的烧灰，实际什么开你也是一本新簿子。哎，这样子才给，妈不来，没有去毛本账户。那种小奴讲闲话就是不称当。好。贴在书记个道理，没家务嘛个事，一小鸡都是娘子，像流浪太太。哦，这个。来到重要房间里来看看。一张上郎真难看，家姓八大做针头，一条皮驴真稀奇，拼大气。不必像快家鸡谁就说乐乐个条皮驴特别，这个皮驴妹子我们里向读出来没听到的里写出来，那么听到的地方了，个皮驴上去的缺他一路呢，就说个乐乐不知啥，然后庙宇里菩萨们的虎门去摆下来去做了，给那里边皮驴特别。盖了上头有4个字，叫宇宙碑。来看那宇宙碑，里说2个啊。顺方什么这个是呢？7年年纪大的人，那家里阿伟，17岁7年66岁，到门家出来到海里看见老娘搞早浪出去挑什么的衣服个，阿爸来这样一把年纪养我衣服跟我去挑，姥姥是来挑今年挑，但不今年不来日。顺方是娘是习惯呢，那么娘的是，叫啥带动这跟背带八的肩高了，离来不起。那么那牙路在跳得动，这个叫说能生巧，一股巧劲喷起来，男女之情到海不来。好容易眼睛离什么做的面孔长得凶，上高比得下高，下高比得上高，两东西往高上才光飞，跳到关高人高，踩到市场里的市场那位。等到踩下去，嘟噜噜，滴哩哩，本人还就踩起来，喂，你要啥人？啥个嘟噜噜滴哩哩？这男人讲天母一干嘛要集体对着？哎，你啥人哦？自家问了，是我叫陆方有，啥个陆方有铁方有？你挑什么老子靠龙旗？龙旗是我养儿子的儿子。那么哪来了？我来理理。哦，你出动力，你来理理。这样你下单都讲几个动力一带。我单独讲几个动力一讲，天母一讲，你多奔我几个动，随便我最几乎打死。地浪趟趟我单独杀，说得这样哈西不本让你试试看。那么到底年纪轻，到底出啥？跳到原来肩高浪向一遇垃圾，到底必要喷松，漂亮，而且年纪轻呼吸龙活吃。到有些在高浪向是为了研究知识，你为了弄的这个唱阴阳的。有样子为了上出水的，大概找到拖灯啊当当。像把缸里向饭么当当，地上向树地么烧烧，小牛么跑跑，阿姨好不娘姨妹妹么叫叫，把人让烧饭辰光忘记了烤，家鱼么去烤烤，好去大家多。有些来把人在浪说你上追上或者还挑水当中，这个陆方鱼又要收上牛，上牛啊！顺方听见喷上一起，到上追刷喷刷个上牛在中那里。行出上去这个上去出不定关乎，夜里向看见老娘搞去开干里的还一大夫是要的，啥帮我去试试看。那也是今年挑大夫去的，就说你这个水缸子硬的，开上去连逼步一头会上加好跳，切做，切做，把都切子做么来都不一样吧。搿来么到底年纪轻看研究。在海里浪地浪向去飞上一块乌泥呗，靠放一根做头个树，里拿个乌泥呗，拿当中往那个灭亡去拿里发出，听小破一阵没听，两头两那么出个当中么破个，这个呢搿个么是牛，说了样样叫研究班的好听。你家的拿根树的灰到帮浪向，因为那牛的灰上去有抬力个，要抬起来。等他抬起来的辰光，我这驴子稍微啷一啷了，但还有嘟噜噜噜噜，有上一起来比赛，
搿起么子里想出来叫海地饭，开讲啥么话这么风松，嘟噜噜海地饭。有些来有两家人家第一讲个先生说听见身方开讲过喷不着，地当里向两个小朋什么皮当中啊问，哎兄啊，今朝开讲啥人班上罗芳雨有，按过了分来了哇，不信我困上你害伤我，不信我服了活，这还让东西服了活。来洗菜郎讲我还没来，里比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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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小朋先生听见开讲来，必须不能讲闲话，别唱别唱。你眼睛一闭，打个老听夸当我要陪子民，要听人味。恰嘛恰，总归到地当门口嘛海地方。里比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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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噜噜噜，搿不人拿吃的些。那不如我们这个小朋总归跑叫哟哟，一会困到门家嘛，听听特特。外头也讲。在海你上句浪河开讲当中，这个陆芳雨又要受上牛啊！顺方听见喷上了一起，到上句到是两个上，到是坟墓上，几什么空呢？萝卜拉给打，不要紧的，也马上有几天来了东家来的，那么顺军亲带来的也顺方。